心情来看到规台湾上届特别的草莓园，这是南投一个水稻水公司的员工，4年前退休了后，伊就真爱种田。以前的草莓是用做田人无爱用的切仔卡，经过翕过了后，含有机肥料做花发芽，用来压肥。伊甲草莓种伫咧半空中，才袂着汤济。这款特别的栽种方式，嘛，互伊摕到专利。 即马草莓当咧大出，民众伫草莓园甲草莓挽落来了后，就直接摕来食。草莓很甜，很大颗，很好吃。毋过真少甲看这草莓甲普通伫草莓园看到种伫土骹的无共，这是挂伫半空中的。我第一次看到立式的草莓的盆栽，觉得很新奇。这是南投一个姓张的农民的草莓园，4年前一位水稻水公司退休了后，就改来种草莓，甲人切下下过了后，还爱粗糠摕来翕烧。 爱倒咧涂骹就对啊。粗糠佮加入有机肥，自然发芽3个月了后，用塑胶袋啊缀起来，乌空插塑胶管，才甲草莓栽种入去，尾仔就变做这个真特别的空中草莓。讲这个碳化稻壳足好的，伊碳化稻壳吼，伊就是代替土壤使用。咱若烧过了，就是讲已经拢无菌啦，加一寡有益菌，落去花效果，啊内底就伊的菌种就拢保持个有益菌。 用变做乌炭的粗糠来种草莓，可以摕到专利证书。草莓园无喷农药，敢来用烧粗糠的时阵，产生的木醋液来赶皮仔，家己开发天然有机种植的方式，学长先是退休的生活，逐工拢过甲真精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